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唔知喺你心目中乜嘢嘅職業係一個理想嘅職業？又或者神所喜悅嘅職業又係咩嘅職業呢？呢個問題可能幾難答。今日 Dream Job 嘅定義係非常之難嘅。有啲人可能話我要做我想做嘅嘢，中意做嘅嘢。有啲人要 work-life balance，唔可以太辛苦，但係又要賺到錢，可以去玩，亦都要夠假夠長，可以去到旅行。又或者有啲人想做一啲有意義嘅職業，做一啲高尚嘅職業，可以幫到其他人。的而且確，職業對一個人好重要，佔咗人生一大部分。我哋嘅日常生活，甚至乎社會嘅地位，將來所有都係於一個職業嘅身上。唔同年代對於職業有唔同嘅睇法。喺福音書嘅年代，有幾種嘅職業係特別唔受人歡迎嘅。唔知大家又估唔估到係咩嘅職業呢？我哋先讀一段嘅經文，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8至14節。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，夜間按着更次看守羊群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，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，牧羊的人就甚懼怕。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，那就是記號了。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和天使讚美神說：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。我哋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係父神，你要將你兒子降世呢個咁大嘅消息、咁大嘅喜訊話俾一班人聽，你會揀咩人呢？去皇宮話俾皇帝知道，去耶路撒冷聖殿裏邊話俾祭司、話俾宗教嘅人士知道。喺呢一度，神嘅安排就係非常非常特別，你發夢都估唔到，竟然天使天軍係向一班牧羊嘅人宣佈呢個大喜嘅訊息。其實我哋聽落牧羊人呢個職業都好似幾好咁樣，但係當你深入了解下呢個職業，你就會知道當代做牧羊人係非常之困難。首先，牧羊人呢個職業係一個非常之難做嘅職業。首先要日曬雨淋，日間要俾太陽曬，夜間仍然要看守。喺當代，你喺野外更加有好多野獸嘅危險會嚟襲擊你。當你捱過呢啲都算啦，但係當時嘅牧羊人喺社會嘅當中，常常被誤認為係小偷。點解呢？因為當你入屋去到打劫、去到偷嘢嘅時候，往往喺夜晚發生。而夜晚有邊一班人仍然喺出邊唔瞓覺，仍然喺出邊走嚟走去呢？就係呢班嘅牧羊人。有文獻記載，好多時候失竊嘅事件，啲人第一個都會懷疑係牧羊人偷竊。所以你可以話呢個工作係非常之吃力不討好，對住一班唔聽話嘅畜生喺外邊日曬雨淋，仲要俾人誤會。就係一班咁樣嘅牧羊人，神就揀選咗佢哋，將呢個大喜嘅訊息先報俾佢哋。呢一度神係要突出佢顧念所有嘅人，福音亦都係傳遍俾萬民。而牧羊人就喺當中被遺忘，一直以嚟喺社會當中不受人重視，甚至乎係歧視嘅一班人。另一方面，我哋鏡頭一轉，去到施洗約翰傳福音嘅時候，究竟施洗約翰傳福音嘅時候係傳俾邊班嘅人呢？福音書都有唔同嘅記載。馬太福音有記載係文士、法利賽人、撒都該人都去揾約翰嚟到受浸，但係路加福音喺呢段嘅篇幅係好短，而且佢所記嘅亦都係一班意想不到嘅人。路加福音3章10至14節，眾人問他說：這樣我們當做什麼呢？約翰回答說：有2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，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。又有稅吏來要受洗，問他說：夫子，我們當作什麼呢？約翰說：除了例定的數目，不要多取。又有兵丁問他說：我們當做什麼呢？約翰說：不要以強暴待人，也不要訛詐人，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。呢度講咗3班人，一班係眾人，就係普通嘅平民百姓；
約翰呼籲佢哋：你有2件衫，唔需要好有錢就可以分俾人；你有食物，你有2個包，亦都可以分1個俾其他嘅人。就係咁簡單，就係咁大眾化。而另外2種係好特定嘅職業。第一個講嘅係稅吏，叫佢哋除咗當收嘅數目唔可以多取；兵丁唔可以用佢嘅武力，唔可以去訛詐別人。其實呢2種職業喺當時嚟講係犯眾憎嘅職業。一方面有民族嘅仇恨，呢班嘅人竟然替羅馬政府做嘢，去欺壓自己嘅百姓；另一方面，你睇佢哋嘅描述就知道，佢哋的而且確係好衰嘅一班人，落格、中飽私囊，欺壓其他人，等自己有益可以有錢袋落袋。所以呢2班嘅人係當時社會、當時猶太人所厭棄嘅2班人。雖然係咁樣，佢哋又呃又搶，但係神仍然冇忘記佢哋。佢哋仍然有悔改嘅心，所以約翰就勉勵佢哋應該點樣去到生活。今時今日，我哋喺社會當中亦都會用職業去標籤一個嘅人，佢係咪一個好人？佢究竟有冇文化？佢究竟有冇咁樣嘅級數？甚至乎當我哋去到打量一個人，佢會唔會信耶穌？我哋往往都會用職業、用外表去到評估一個嘅人。我自己有做咗幾年運輸業嘅經驗。同佢哋打交道，同佢哋傾偈嘅時候，你就會嘆為觀止。嗰啲粗口嘅助語詞，每一句都有食煙、飲酒等等呢啲嘅生活瑣碎事，好多時都會令人覺得佢哋好差。但係當中我都會認識有基督徒，甚至乎係熱心嘅基督徒，特別去到泰北呢個地方，去到短宣，去到傳福音俾其他嘅人。幾年前我亦都睇到一個見證，一個風水師傅竟然信咗耶穌，之後仲要公開地拆破好多風水嘅局，點樣去呃人？但係而家啲風水師最唔好嘅就用啲靈界嘅嘢嚟嚇你。電梯房可能喺呢間屋嘅側邊嘅，個師傅兩個攞住個羅庚行到附近嗰時，嗰支針會發嚟發，但係個師傅唔會話俾你聽嗰度係有支電纜，佢話俾你聽嗰度有錢。佢上咗主之後，亦都唔係一個好隨便嘅基督徒，佢係一個研讀聖經、日日夜夜讀聖經冇得瞓嘅一個人。谷先知質疑神過程裏邊，變咗仲讚神，哀求神個過程裏邊，最後變成歡呼吶喊，哇！神你好偉大。喂，其他宗教冇呢樣嘢喎，我睇其他經書唔會見到一啲咁嘅場面喎，係令到我係沉迷咗落去，捉住黃弟兄，唔係你解俾我聽。可能我習慣咗幾十年係好似用解簽方法睇聖經，某1、2個字咧，我去去揾，喂，英文你點講啊？希伯來文你點講？每日睇成10幾個鐘，拎住本聖經唔肯放手，決定去跟隨呢個主。聖經就好似一塊磁石咁，將 James 吸住。除咗食飯、瞓覺，佢書不離手，仲發現當中有好多有違自己以往所信嘅一套。所以有時候神嘅眼光真係同我哋唔一樣。佢所揀選嘅人，佢要傳福音俾佢哋嘅人，係唔理佢哋嘅職業，唔理佢哋嘅社會地位。今日我哋又會唔會在意我哋做咩職業，我哋係咩社會嘅地位？又或者覺得有咩嘅職業先至係好，先至係神所喜悅？又或者當我哋傳福音嘅時候，會唔會將一啲嘅人排除在外呢？讓聖經再一次反轉我哋嘅觀念，好好咁樣去看待職業呢一回事。